再来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早起审查所得税法第17条的修正条文案哦，有立委是提案讲要甲厝税的支出改列做特别扣除额。财政部长曾翠芬是表示讲尊重立委的提案，也毋过伊讲哦，厝税若要改做特别扣除额，会来排除好野人甲有厝的族群。已经有领内政部租金补贴的民众，这补贴的部分嘛要先扣掉。 最近这几年，台湾的厝税持续压悬，不少民众买厝买袂起，选择税厝。为了照顾税厝的族群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第17条，拢总有11个版本的修正草案。全部的版本拢主张甲厝租支出为目前列举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也若扣除额的限制为目前上济12万，提悬到17万至30万拢有。列举扣除额啊，那改为特别扣除额。目前啊。 整个财政部，你们的想法是如何？放在如果列举扣除额里面，因为我们的标准扣除额不断的一个提高，所以它在那个里面已经把它吸收掉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让它列报。我想委员的提案都各有它的政策意义。财政部长表示，若甲厝租改做是特别扣除额，会当互厝卡核实列报，尊重委员提案。不过爱比较长照、幼儿学前扣除额等等，爱有排付条款，也就是高所得袂当使用。另外嘛，爱无厝的人才有效用。不过有立委认为讲，有不少人是伫故乡继承共有租厝，气氛真少，无啥效益。这个部分嘛，应该爱考虑在内。事实上，也不是他在出租，你去排除这一种共有主屋的状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委员这样的一个提示，也许在可以去做一个多一点的考虑。根据财政部的估算，若甲扣除金额提悬到18万，估计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；若提悬到20万，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至40亿。法案若伫这个会期通过，全国超过300万税厝的人，后年5月报税的时阵，都可能会当受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